后面这一首歌呢，我要特别讲一下，因为呢，一连串的是主曲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也希望跟大家多分享一些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会像有一首歌12分钟那么长吗？对，不用到12分钟，那么长。对，可能有3到4首歌的组合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呢，都是一些很经典的台语歌，都是你以前比赛的歌曲。哦，也不是，也不是，就是这些歌的年纪都是比我还要年长，我可能还没出生。对对对，所以呢，一样带来这一些经典的老歌主曲，台语老歌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掌声欢迎。OK， 在这么美好、这么有气氛的夜晚，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唱这一首，哪一首知道吗？我唱第一句，如果大家会，你就可以接第二句。我心内思无的人，你怎样离开阮的心意？叫我为着你，你心绵绵，深情思无依，心爱的紧等来，紧等来阮心边。声声叫着你，紧等来阮心边。一样啊，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。虽然是无愿意，甲你来分离，一旦被风听散去。伤心泪，无偌高悲免怨悔啊，再会啊，再会啊。
眼亲像照着水滴，因为身边情绪难眠，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。漂流万年，但我要说无眠。漂流万年，但我要说。谢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回家路上小心，谢谢。这一次谢谢我们许富凯，哇，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首美妙好听的歌曲。这时候一定要问我们下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来，今天晚上过得开不开心？